業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報業工會頒獎禮致辭時表示，最近有同事勸佢睇少啲新聞，因為有太多負面消息。因為太多負面消息而唔睇新聞嘅人呢，可能係屬於斬腳趾避沙蟲。我覺得負面嘅消息亦都應該去探索究竟佢背後嘅原因係啲乜嘢嘢。但同時間呢，我覺得希望各位報業嘅朋友，亦都喺你嘅版面裏邊呢，能夠找出一啲版面去報導一啲正面嘅消息。佢又話做多啲陽光報導，可以令市民接收正面信息，以積極態度生活。但係我必須喺呢度最後強調呢，上述嘅説話唔等於係影響傳媒嘅報導嘅自由，亦都唔等於呢，我係要求報章呢係要做一啲唱好嘅工作。正如我所講呢，傳媒嘅天職呢，就係去尋求呢個事實，然後呢，讓廣泛嘅民眾呢能夠知道。佢又深信傳媒會堅守評論係自由、事實係神聖呢一個重要原則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林嘉瑤報導。